社会新闻，艺人瑞莎全力推动台湾的体操运动。不过2天前，互人来写文章质疑讲，瑞莎敢真正有付出遮济？这个文章一写出来，有人伫下骹就写讲，用这个记者啦、大号顶面骂这个教练甲选手，这选手甲教练就去报警，事后检警调查讲，原来是瑞莎因翁李兆凯为因某伫讲话，最后伊才有公然的侮辱罪，互人判拘役20天。 每一个动作拢定真个教，艺人瑞莎栽培台湾体操选手真骨力。不过2002年防指控，甲选手当作是宣传的工具，含小目无清楚问题。因翁李兆凯网络闹话保护太太，防告去法院。 当时 Dcard 这篇文章标题写瑞莎敢真正有付出遮尔济，讲真实的有付出真感谢。不过台湾本来就有体操运动，无敢若亲像一位国外引来台湾的，都含桃园出赛摕到袂歹成绩。不过教练毋是瑞莎，经费嘛保护瑞莎学校。规篇文章拢伫咧甲吐槽，当时就有人闹话讲有个教练选手抹欧女神，佮呛声爱因无才调出门，甚至批评对方的身材有问题，互当事人决定报警，检警调查 IP 发现，竟然就伫咧瑞莎因翁李兆凯大所在，法官尾以公然侮辱罪判关20天。 法律对于公然侮辱的太阳并没有做限制，无论是用粗俗的言语举动，只要让人家感到不舒服、难堪，或者是觉得名誉遭受毁损，会构成公然侮辱罪。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，瑞莎经纪人讲尊重法院的判决，瑞莎翁婿买担责任，嘛希望每一个人伫咧法律面头前，拢会当得到公平的对待。就算是替太太讲话出气，不过瑞莎翁婿共款嘛是替家己做唔到行为付出代价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